对社会观来讲，民进党的消息，民进党立委罗致政昨和网络媒体公开伊真私密的影片，今仔日伊亲身回应，强调讲，这个影片中的人唔是伊，这是用亲卫的技术，也是合成的技术做出来，已经到新北市调查处去甲提出告诉，而且已经做完笔录，伊谴责这是呢选举造谣抹黑的奥步。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嘛甲收听，强调讲这是境外势力的介选。针对这件代志，这个公开这个影片的媒体总编辑顾美凤发表声明讲，这甲介选无关系。我们所有民生迷的好朋友，谢谢哦。道上落雨，嘛会机啊，倒三杠加油吹票。立委罗致政伫咧新北邦桥扫溪，找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助天。不过，就伫咧拼选战的前一天，却叫媒体用大标题写大立委将做失真片的查甫主角。罗致政敢若红假了家己翕性爱影片。这个所谓的私密片，并非我本人。什么叫身伪，他们还搞不懂嘛？我想我们就是照法律程序来走，我们已经提告了。那半片啊，伫咧北中专家发布5点声评，半片啊11点35分左右，嘛向新北市调查处完成笔录。不过真侪支影片已经伫咧网络顶流传，报道内底嘛讲到罗致政敢若有翕性爱影片习惯，互罗致政气甲要提告。从丢入所谓的国外的色情网站，再通知国内的协力者来给予所谓的报道。是一传媒，并不是传媒在大家的认知当中，就是所谓的一体农场。罗致政随伫咧讲媒体一团片真心是假团片，原本负责人是不准批，对了传出欠本港薪水，佮要牵涉到邮包的事件。2020年开始，由宣明地囝宣抢友出任董事长，前主播顾美凤担任总编辑。去年才将假团片改名做一团片。顾美凤嘛发声明，看过全部影片了后，影片内底有完整的罗致政正面影像，嘛有高谈的对话，细节是正对头。卡孙若惊将做是转移焦点的机卡，罗致政应该进行全面检测，来进行公开公平。嘛声明一团片针对民众提供的消息写新闻，并无任何细节介入。由这一个事件可以看得出来，中国介入这场选举是无所不用其极。那这个事情啊，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其他的国家，例如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先生，他也曾经受到类似的攻击。赖清德参与造势活动，嘛替罗致政背书。民进党境外势力介选，伫咧选战上尾关头，军心都爱起好彩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。